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日拄好是0206地动满1冬的日子，市长赖清德中昼特别邀请伫咧维馆大楼失去爸爸妈妈的小朋友做伙用餐，其中经过伤痛的姊妹仔，嘛透过媒体公开向社会感谢，场面温馨。去年大地震，其中伫维馆大楼失去爸母，或是成为单亲的小朋友，总共13位。其中赖清德特别选择中昼邀请其中4位有法度出席的，伫家属陪同做伙用餐，并且一一发送红包。看到因当时虽然受了惊吓，不过现在伫亲人的照顾甲善款的帮助，不管生活或是教育，拢真顺利。再次对社会关心表达感谢。这1年来呢，我们看家属对这些失依或是单亲的小孩也都提供了非常的好的帮助哈。那这13个小朋友生活上面也都过得很顺利没有问题。那因为2月6号今天刚好满周年，我知道社会很关心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他们今天来，大家聚一聚让社会能够了解他们这1年来的生活。那我也跟社会报告，因为有社会上面的善款，对这些孩子未来的读书的问题那我们也都会运用善款来帮助他们，不会让他们在未来的教育上出现困难。你其中这对受邀者分别是10岁甲12岁姊妹仔，虽然地震有受到重伤，也在复健当中，你顺利经过灾难，对着社会关心，嘛表达心中的感谢。很谢谢这1年认识跟不认识的人的给的温暖还有帮助，还有那个志玲姐姐默默的行善，还有各方亲友一路扶持，谢谢。另外，伫地震当中失去爸爸的维维，嘛伫阿伯陪同之下出席。阿伯表示，因为囡仔的抚恤金拢交由信托，伫照顾顶面也有负担，所以希望放宽信托范围。对此，肖局长表示，伊拢亲自甲主要的照顾者沟通，经济上并无问题。就是因为爸爸死了嘛，那些资金就会落他手，就是他身上。可是呢，我们必须要信托，等到他20岁，所以这些钱我们都用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最困难就是说，养育他、教育他，就是我们需要，事实上是需要是对我们来说是蛮困难的，对。由我亲自去跟他们照顾的主要照顾者去做对话，然后探讨出、决定出他们每个月需要多少的生活费、教育费等等的，然后定出一个每个月由信托基金要提拨的这个款项可能是2万左右看他们的需求。那除了这个之外，信托其实他们如果有大笔的比如说5万、10万一次要用的，也都可以提出申请。市长伫甲受灾儿童用餐以后，嘛赶到善华探望第3位维馆住户所生的新生儿。不过因为本人这月来无方便，并无公开镜头。对此，面对市长甲各界关心，新生儿阿嬷则表示足甘心。迄囡仔今仔去打5天尔，伊无方便跑出来，歹势。是有一个新的孙是较欢喜啦，足欢喜啦。不过嘛是还阁足想迄2个囡仔。地震满周年这刻，为了新生儿的诞生，甲各界祝福，嘛代表台南将以坚强勇敢的态度来面对日后的挑战。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蔡宏报道。去年0206大地震，虽然台南受到严重的伤亡，不过国内外关心甲满满的善款帮助之下，已经顺利经过1冬。对此，本台以专题报道的方式，要来看公部门甲民间如何同心合力，以上介紧的速度，陆续将倒落来大楼或者是危险建物进行重建的成功案例。
规地中西区文和街84河边，大约123坪的基地有13户主体，因为地动造成房屋严重受损。经过建筑师工会鉴定是危险建物，需要马上拆除。好在住户拢无伤亡，不过却伫一夜之间失去家园。对此，伫台南市政府甲两大不动产开发商业工会指定1000万善款专利协助，甲目叫伫1805年8月完成发包，9月4号正式动土。动土一枪头，开地平安，金青地国，李枪头，动土顺利，天地受着，三枪头。让工程圆满，如何结束？超过40-50栋的半楼啊，虽然住户拢强势要就地重建，不过因为大家拢无保留原建筑图，根本袂当复刻。经过市府对地下室找出50几栋前的建筑图，才解决困难。比现况就是开1500万有稳固的地基，对茶房换成钢房，一步一步重建完成。多数住户拢不时来顺头看买，对着工程品质甲工法的顶进，拢相当安心感恩。除了互受灾户满心期待回到老厝，嘛代表台南市的重建伫政府甲民间同心协力，打出成功的第一步。哦，心内足欢喜，足好哦！啊，感谢政府安尼哦，这善事人士吼，捐2,000万啊，靠阮去的，无阮靠有财产拢去。在这个要搁重建的时阵哦，也受到咱政府有关单位吼，比如讲啊，到这干务局啊，区公所吼，诶区长啊，暗中咧甲阮走总，互阮有这个重建哦。会当安尼慢慢的顺利，啊，真感谢有这个有关吼，咱这迄个单位啊，连续的基础，连续基础，佮拍150支的喷射水泥柱啊，所以甲这个土壤改良拢斗阵做起来就对啦。啊，而且过去是加强砖造，即摆是钢筋水泥土，RC 结构，啊，而且呢，搁甲2楼的部分搁甲挺悬起来，我想真正是比原来搁较好，比原来搁较勇啊，我真欢喜安尼，这个重建得到大家支持啦，我感觉讲，人社会对咱的帮忙咱就算讲有交代，有善款善用有交代据了解，过去原住户拢是因为来自偏远的东乡，嘛或者为了偏远乡的称呼，只是多年来住户来来去去，彼此已经无熟悉。这回因为地动因故，互大家个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一路行来中建满是感谢。感谢罗市长来帮助这些善良人安尼这算较弱势的迄个受害者安尼搁感谢咱这区长咱这中西区的区长这陈胜男区长甲这同仁大家拢真支持啦真支持。咱到地动了，咱看到讲这是违建这是违建，咱就伫这足紧的时间来甲拆掉安尼来甲拆掉。拆除了呢，遮个里面呢嘛真配合啦大家真团结真团结，就当来接受这市政府的指导来重建安尼2006地动所造成的灾害，不完全是因为地动直接造成，确实有侪所在是因为土壤异化的冲击。所以市府面对该项重建，首先进行全面性盘点，搁再一项一项体检判定，陆续完成加到7高等公共设施的征收甲住户的协商补助。其中较严重的安南区惠安街这座有4间主体。伫上紧的速度拆除危险建物以后，嘛陆续安排厂商进行地质改良，或是顶升估价，互当地充分感受公部门的用心。阮这边这这么外后壁这个企业这这都拢倒去拢起伊倒去尾来咱政府咱公部门来甲帮助伊拆除，把它拆掉。即摆已经初步地基也用起来即摆才有2户咧起。迄边迄2户，即马迄个4号、6号，即马咧钻探，所以拢钻探了，灌浆灌落来，外深灌落了，才来起厝。
干部局表示，不管是红单的回乡建物，还是只要建物被鉴定倾斜比例达到100%，下限达到20公分的异化区，拢符合补助标准。计卖讲，规个房内的建物100%拢是由善款协助。那只要这个前线超过20公分以上的，那都有依照还款单来办理哈。那目前大概就是修复的部分哈，那修复的部分我们大概都已经发放，只有一户还没发放哈，那其他都发放完成。那至于它因为下线，所以有一部分的房屋哈，它大概必须要提升哈，另外做投资改良。虽然地当受灾后面临人生重大变故，不过有政府协助加民间爱心满满的关怀，要对一栋一栋中间的房屋当中，看见拍断手骨电得用。台新闻军及何乔光专题报道。纪念发生伫咧去年2月6号造成重大灾情的地当周年纪念音乐会，影响新生音乐会。市长罗清德甲市府各局处的首长拢到现场共同参与。市府希望伫咧这赈灾满周年的时刻，用歌声来安慰曾经受伤的人民，做伙影响新的生活。去年0206南台湾大地震造成台南未少灾情，伫将要届满周年进前，市府4号下晡伫永康区社教中心头前广场举办一场影响新生音乐会。伫音乐会正式开始进前，主持人也请所有参与的人共同默哀30秒。市长赖清德也率领市府各局处首长做伙参与。市长表示，感谢伫去年地震发生的时阵各界帮助，协助台南市走向全新的开始，也希望透过音乐，给受灾居民满满的力量。我们用音乐表达对社会各界对我们帮助的感谢，感谢他们第一时间就来到现场协助我们救灾，也感谢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捐了许许多多的善款，协助我们重建，也因此让重建的工作所以顺利的推展。我们也希望用音乐传达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亲人，我们会把眼泪擦起来，会把悲伤留在过去。我们要勇敢的迎向新的生活，让我们的亲人不再挂念，也让亲人在天上也可以有他们好的生活。影响新生音乐会邀请到台湾志工拉千人男声合唱团演出几啊首动人的本土歌曲，也有出身台南的歌手曹雅文，也用伊美妙动人的歌声安慰所有人的心。伫这个纪念0206赈灾周年的时刻，市府特别用影响新生为主题，不是要互相听，再一次被提起，而是要甲所有灾民讲，市府甲恁徛做伙，面对未来的重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法务部调查处举办的联谊餐会，互大台南每一个调查站的检调人员会当互相交流工作上的经验，并联络感情。处长也勉励大家伫咧新的一冬，继续打拼，为维护司法来努力。由法务部调查处举办的联谊餐会，与会人员除了台南市每一个调查站的成员以外，也有台南地方法院、
庄昆山议长以及地方法院检察署的张文静检察长，一方面慰劳这寡司法检调人员过去一冬的辛劳，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冬会当伫咧工作上尽心尽力，继续维持社会安定。感谢在去年的1年中，我相信是我们台南地区媒体这个先进一个很辛苦的1年，也是成果很丰硕的1年。也感谢你们在各种的事务上给我们指教，还有给我们指正。尤其我们调查处站在司法警察第一线的调查的工作，我们特别感觉到现在的社会当然变化比较大一点，犯罪的态样非常的繁复，犯罪的手法也出奇推新。在都需要我们再更加的努力。我们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能够体恤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会努力以赴。可是我们希望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报道，让我们的工作的价值才能够更加的彰显。借由联谊参会，大家会当互相交流伫咧司法调查工作上的经验，也会当联络感情，大家徛咧同一边。共同来维护司法，继续打拼。台南新闻王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自己活，要为别人活。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我们接受很多人的帮助要让大家说看到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不一定真的要站起来。心理站起来比较重要。我即摆健康嘛是你予我的力量。我都哭着跟他讲说，我要把弟弟生回来。该哭的时候还是要哭，该走出来还是要，就是要开始重新生活。我长大以后想要当体育老师。感谢全世界，谢谢你们。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金鸡报喜迎新春，恭贺新年大吉利。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代表议会全体同仁，祝福乡亲好朋友新年事龙共襄，皆顺成，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拢如意。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对清朝开始，每一冬立春的前一天，拢会伫咧大东门外面的春雨堡举办迎春礼活动。这项完整的仪式伫咧日本统治时期来中断，停止了百活动了后，今年市府文化局甲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合作，再次重现消失百活动的完整迎春礼。台南市文化局今年甲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合作，4号将春牛对安南区土城请到东区东门城，将已经消失122冬的完整迎春礼完整重现。春牛甲在表演顶头实行市区，要将福气传到每一位市民身上。队伍最后来到叶石头文化馆头前，
祭拜亡神，并由市长亲自编春牛衫的，象征春天来到，新的一冬正式宣告开始。年年欢喜庆丰收，来，请市长编第一编第一编春夏秋冬，岁事平顺，东南西北互相之间来进行迎春礼，同时编春牛的活动。目的呢是祈求一方面目的是一方面会当来表示向社会表示重视农业，同时呢，阮也劝农，就是希望农民会当按时机去重视农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阮也是照重迎春礼活动，祭拜各位的神圣，会当祈求风调雨顺，会当大丰收，会当物富民丰，会当互市民安居乐业。随着时空演变，迎春礼甲编春牛的意义甲形式已经无共款，但依然具有深厚的文化代表性，所以市府才决定重新办理。依照传统，总共爱编春牛12个，所以剩落来9个，市长将会伫咧元宵节迄天暗时，伫咧正统六里门圣母庙编9个春牛，完成迎春祭典。台湾新闻王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伫灾难发生的时阵，会当有一个安置受灾户的避难场所，安平区公所特别伫咧2006地动届满周年的时阵，甲安平3间旅游业者以及1间餐饮业者签订着避难收容所以及物资资源的协定，透过整合民间的力量，互防灾准备更加完善。选伫2月6号台南大地震届满1周年时刻，安平区公所业制着位伫旧部落的大圆皇冠甲日酒店，以及5期中卫区的台邦商旅、欧维汽车旅馆，以及知名小姐郑家孔雀阁大王，共同合作签订避难收容所以及物资资源协定，希望未来伫拄到重大灾害时，会当有更较好的防灾避难地点，来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以我们安平区来讲，整个区域我们以运河为界，我们有旧部落，那也有新社区，所以我们在新的5期从化区这边，我们就找了我们的台邦商旅。那在我们的安平老街这一个部分就属于比较旧部落，而且我们是观光的人潮比较多，我们就透过我们前区长和林区长这边跟我们做牵线，找到了我们的大圆皇冠酒店也感谢董事长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然后也来参与我们这一个协定。那在东边西边都有了，那我们就想说，中间也要来找一位那我们就想到离我们最近的，在玉屏路上有一个欧威汽车旅馆，那我们就跟董事长联络，董事长也是二话不说就肯定，就愿意也来支持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活动那在这3个都谈妥之后，我们就突然想到说，如果说我们是安置在我们的活动中心，哇，那活动中心没有厨房，没有不可以煮饭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想到我们的美丽的老板娘和我们的郑家孔雀阁大王，然后就跟老板娘提，她也二话不说就愿意来支持这样子的活动。伫去年2006大地震时，台邦商旅也加入安置受灾户的行列，先尽在地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因也答应要来签署这个协定，并且伫有需要的时阵，马上会当伸出援手协助安置的工作。能够在这样子能够善尽社会企业责任的一个荣誉之下，参与今天这样的活动，我们台邦真的觉得是非常的荣幸之极。那在后续的一个机会里面，也当然是希望能够在防灾的部分多一些，那灾难的部分的感受这些不好，我们就会少一些。那真的防灾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尽心力。除了酒店甲旅馆业者响应这个行动，郑家孔雀阁大王也答应会伫活动中心顶无厨房设备的避难收容所，提供100份的食物，让灾民来摇八岛。对此，安平区长赖清竹非常感谢这寡来自民间的力量，和防灾准备的工作更加完善。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伫
伫咧今年1月7號啟用的正德社會慈善基金會台南分院的愛心廚房，伫咧拜1到拜6免費提供午餐甲暗頓，予經濟弱勢的民眾。這個愛心廚房強調採用天然無毒的食材，要予民眾食好飽，嘛食了健康。中昼食飯時間，正德愛心廚房對陸續有民眾來到這享用四菜一湯的素食料理。這個位於民生路的據點是正德慈善基金會全台第5間成立的愛心廚房，目的就是希望照顧經濟弱勢、三頓有困難的民眾，可以免費食好飽。到最近呢，和尚發現有很多比較收入比較這個困難的，那有很多人呢可能也因為這個經濟的這個困難。有時候會影響到三餐不繼，那和尚希望說能夠成立一個，能夠給予大眾這個比較貧困的人呢，他們一些溫暖，讓他們在一個人生低潮的時候呢，有一個依靠的地方，至少不要餓到肚子，這樣的話可能會造就很多在他很低迷的時候呢，不會走入絕境。有一個地方，至少有一個溫飽的地方。愛心廚房的料理強調天然無毒，全部攏是來自會員，也就是社會各界的善心捐贈。目的就是希望在推動癌症病院的同時，也秉持有防比治療更加重要的觀念，希望會當透過健康有機的食材，來幫忙民眾達到癌症的預防。正德的愛心廚房，它的特色就是能夠吃得飽，吃得健康。我們所有的這一些食材呢，包括我們米，我們盡量是找無毒的這一些東部的米我們也呼籲很多他們有發善心來提供這些米面的盡量提供一些有機的無毒的這些食米或者是麵粉包括我們的這一些蔬菜水果尤其蔬菜我們最喜歡的就是自己種的沒有任何農藥的。所以說，在這裡我都跟所有來這邊用餐的所有的這些菩薩跟他們分享說，如果你這邊你可以吃得很滿意，而且你覺得這邊你都可以吃得下飯的人，你經常來這邊吃呢，我相信你的體質一定會改善。愛心廚房伫每禮拜1到拜6的中晝11點半到1點，以及下晡5點半到7點，供應民眾中晝頓甲暗頓。有需要的民眾會當來這免費享用，也就是自由捐助。而正德慈善基金會也希望在未來3年內，會當在全國成立108個駐點，來服務各地的鄉親。但新聞加上林根採訪報道。中藥的使用雖然非常的普遍，但對心律不整的患者，若是透過中醫的治療，事先要考量真濟因素。醫師就建議病人千萬唔通烏白亂食補血補氣的藥啊，避免讓病情更加嚴重。中藥雖然有調理身體的功能，但若是有心律不整的問題，千萬袂當烏白亂食補血補氣的藥材，以免讓心臟血管發炎更加嚴重，也就是自律神經失調的問題加重。心律不整呢，就是成因非常的多那通常它跟這個我們的心臟或者我們的自律神經系統會有一些關聯那假如說它跟心臟有關係的時候呢，那通常是可能有這個血管慢性發炎的問題存在。那血管慢性發炎呢，假如說你隨便亂補的話呢，會讓這個血管發炎，有可能會變得更嚴重，那造成你的血管加速的堵塞，那這時候呢，你的心律不整可能會變得更嚴重。醫師指出，透過針灸甲火刀抓靈，也會當改善心律不整的問題。親像在胸腔狹窄、喘氣袂順的時陣，會當氣內灌血來達到疏解效果。在我們的手背的內側，在我們的手的小背的內側，在這個腕橫紋的上方，在大概我們的3隻手指頭的距離，3隻手指頭並攏起來的距離，在這個2條筋之間，那我們在按壓的時候呢，利用我們的大拇指，去做按壓在你如果有這個輕度的心悸呢，或者胸痛，或者是說一些可能就是一些緊張啊、煩悶不思的時候，可以試着按壓看看那
也许如果它不是一个牵涉到很严重的状况的话，通常就是可以很快速的缓解。医师表示，除了透过中西医治疗心跳无规则的症头，病人本身也应该为饮食习惯、甲规律运动来进行改善，才会当达到更较好的疗效。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侪云有时好天，温度16度至2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